这个选罢法52条讲得很清楚，所谓政党或任何人要发文字图画的一个竞选的文宣，应该要亲自签名。如果是法人或团体的，应该要有法人或团体的名称，及其及是 and 哦，不是 all 哦，and 哦，及其代表人的姓名，所以他必须要冠全名，以其代表人的姓名，那才是合格的竞选的广告物。那我们从这一次看到的，它就很明显，它并不是选举的合格广告物，因为台湾妈妈们这一个组织内政部并没有，那海边家长联盟这个组织，这个内政部也没有，海边新住民联盟这个也没有，所以它很明显，它就是一个黑函的广告，一个不合格的，而且它放在公众的地方，它不是在私人场所，所以我们去当环保志工，你不要的东西被拼底下，我去来 Q 起来，说没有切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检察官如果要办，那就传我啊，我的说法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严重怀疑他们这个叫做全国妈妈护幼联盟，这个联盟我严重怀疑他们被盗账号，为什么我说他们被盗账号呢？因为呢这一个叫做妈妈们的，他的立场他就是赞成说用专法来保障同志的一个权利的问题。然后被盗账号的这个人又没有研究清楚人家的立场是什么，人家的立场明明是赞成用专法来保障同志，你还又挂那个布条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布条是第一被盗账号，第二它不是合法的竞选广告物，那所以张贴在公众场所，它就是一个废弃物，而且我们还是把它收好，没有破坏哦，收好如果他们觉得是一人皮你看来那样的然后最后。我还是要奉劝我的对手，我想重点就是说有没有人被盗账号，然后如果他们说好你要用窃盗，那我就反告他们诬告，因为我没有窃盗，它不是合格的广告物，我可以我做环保志工，我可以把它带走，如果你要告窃盗，我就告诬告，然后这件事最后查出来，知道最后的赢者是谁，那就闹亏了。所以我嘛是感觉讲阿妹就是光明正大。这个议题你干嘛？你不满，你有意见来辩论，唔免在这边用这些含沙射影然后那一些用不实的资讯，然后要误导民众，然后让民众对这些同性恋的人会更加的仇视。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，不是一个有担当要选立委的人要做的代志。